大家好，今日我會介紹三角形數。咁咩係三角形數呢？三角形數就好似呢個1加2加3加4咁樣，係喺度疊加緊嘅。跟住我畫幅圖去示範，就好似呢幅圖咁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。咁就總共8個啦。咁樣你如何快速去計算加埋呢幾個數全部加埋一齊呢？咁你逐個加就一定好慢㗎啦。首先我哋要用三角形面積嘅計法去計佢。咁你會發現佢呢個倒翻轉過嚟8粒。如此類推啦嚇，呢個8粒，呢個7粒，咁呢兩個加埋一齊係9，咁即係呢個三角形嘅底係9，佢嘅高係8，跟住我哋將佢乘埋一齊之後，再除翻個2，就係啱啱我所講一紮數字疊加嘅結果啦。呢個乘就等於36，答案就係36啦。咁而家有一個其他例子，就係1加2加3加加到係100啦。然後佢等於啲咩呢？三角形入邊有好多粒點啦。跟住我哋用三角形面積嘅計法，咁長度100啦。咁佢嘅底點樣得出嚟呢？就係你揾最大嗰個，成條色最大嗰個加1，就係佢嘅底啦。OK， 跟住最後即係100乘101啦，乘下佢先啦。咁答案就10100啦，但係要除翻個2，5、2、5、10啦，呢個唔夠啦，又係5、10，跟住呢個補翻過嚟。咁呢一條數嘅答案呢，就係5050啦。咁我哋最後覆翻一次，就係條公式就係用三角形嘅方法嚟計，即係首先
底就係調色最大嗰個加一，再乘返個高，即係等於最大嗰個啦。跟住除返個2，就係成條式嘅結果啦。呢個就係計三角形數嘅公式。多謝大家今日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